各位來賓，大家好，歡迎嚟臨路德會沙倫學校55週年校慶感恩崇拜暨校慶典禮。感謝神，我哋能夠聚首一堂，讓我哋懷住感恩嘅心，一齊回顧沙倫學校喺呢55年裏面祝福同埋傳承。典禮現在正式開始，現在係感恩崇拜。請全體肅立，恭迎主禮人進場。跟住係超視，有請曾志鵬牧師。路德會沙倫學校55週年校慶感恩崇拜暨校慶典禮，係奉聖父、聖子、聖靈嘅名開始。阿門。請各位就座。跟住我哋一齊以詩歌跟主天際飛去敬拜讚美我哋呢位看顧沙倫、看顧我哋每一位嘅神。我哋有請沙倫學校敬拜讚美隊領唱。我邀請大家一齊唱。能看見是你心意，你的笑臉，勇敢面對挑戰，立志跟主奔跑每天。如今聽到神你指引，實踐真理，快跑前行，獻上能力與光陰，活出主基督的教訓，我越過越飛，不遮蓋自己，聽跟主天際飛，如暴雨不放棄，心裏有根基，是你創造神蹟。如今聽到神你指引，實踐真理，快跑前行，獻上能力與光陰，活出主基督的教訓，基督的教訓。感謝神。接住落嚟係禱告，我哋要請許明堅牧師。各位低頭，我哋同心禱告。
親愛嘅天父，感謝你嘅恩典，按你心中嘅慈愛同旨意，喺大角咀櫻桃街建立呢所沙倫嘅學校。沙倫嘅學校係一所非常之好嘅牧場。你亦呼召好多有愛心嘅教師，俾佢哋有不同嘅恩賜，各司其職，做好教育嘅工作，使到沙倫學校每一年都有各方面嘅進步同增長，使到沙倫都得到家長們嘅愛戴同埋尊重，亦都使到沙倫嘅名聲可以遐以知名。感謝你俾我哋呢個嘅祝福。主啊，喺以後嘅日子，我哋知道我哋仍然會有好多嘅責任，有好多嘅承擔，甚至挑戰。求主俾我哋各人、校長、各位教職員滿有靈力，剛強壯膽，繼續做好教育嘅工作，使到我哋嘅學子喺沙倫學校嘅孕育畢業之後，去到社會工作都能夠貢獻社會，報謝家國，榮耀主你嘅聖名。喺今日50週年嘅慶典裏邊，求主你祝福今日、聽日各方面嘅節目，禱告奉主耶穌基督聖名而求，阿門。接住落嚟係讀經，有請張立德牧師。我哋一同安靜心靈，一同聆聽上主嘅話語。有請聽我讀出兩段嘅經文，分別出自雅歌第2章第1節，同埋以賽亞書第35章第1至到第2節。我是沙倫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接着我讀出以賽亞書嘅經文：曠野和乾旱之地必然歡喜，沙漠也必快樂。我像玫瑰花開，必開花繁盛，樂上加樂，而且歡呼。黎巴嫩的榮耀與迦密，並沙倫的華美必賜給他。人必看見耶和華的榮耀，我們上帝的華美。經文讀畢。願沙倫學校每位師生、同工同埋校友都喺主嘅豐盛恩典之中，生命如沙倫玫瑰般綻放榮美，讓人看見上嘅榮耀同埋慈愛。跟住係正道時間。今日我哋好感恩有香港路德會會長容子柔博士為我哋宣講上主嘅信息。恭請容博士。各位嘉賓、各位家長、朋友、同埋老師、學生，特別係今日係沙倫嘅一個好日子，55年啊！其實我相信係唔止嘅，連埋前面嘅籌備啊咁樣。所以我諗起一句説話喺聖經裏邊嘅，大家都有時候忽略咗嘅，就係約翰福音第3章第16節呢一句呢，就唔會忽略嘅，因為呢句話神愛世人啊嘛，甚至將他啲獨生子賜給所有嘅人。但喺第13節嗰度有一句説話呢，就係佢講話從天上降下嘅人子呢，仍舊喺天嘅，因為冇人升過天。即係話耶穌降生喺呢個世界嘅時候呢，佢係仍舊喺天上面嘅。呢個點解重要呢？呢個係有一個好大嘅啟示，就係因為我哋通常去到一個位，去到一個情況，我哋就忘記咗以前。我哋今日，我哋記唔記得沙倫？譬如55年前係點嘅呢？或者沙倫喺55年前嗰陣時要開學校嘅時候，又有啲咩嘅目的呢？有啲咩嘅諗法呢？社會人不斷嘅改變，令我哋嘅思想呢都有機會改變。
最後呢，我哋忘記咗我哋最初嘅原因。當然有好多好多嘅例子，我哋每一個人都知道嘅。但係真正嘅能夠明白嘅呢，能夠記得聖經入邊耶穌自己咁重要嘅嚟到呢個世界，佢仍舊記得喺天上面。所以呢，佢好多時候當世界上嘅人揾佢做啲咩，鼓勵佢做啲咩，希望佢做啲乜嘢，佢就話應該係另外一樣嘢噃。我嘅國唔喺呢度噃，我嘅諗法唔係咁樣嘅喎。呢個正正顯明佢係記得嘅。所以我哋辦學校或者我哋做任何一個事工，我哋今日到咗邊個位，做咗邊個情況，我哋記唔記得？我哋應該所謂無忘初心呢？我哋嘅初心又係喺邊個階段嘅初心呢？都係我哋要好時時記得嘅。所以我哋睇下喺我哋今日好嘅日子裏邊，我哋記得下我哋應該乜嘢初心呢？我哋睇下我哋曾經講過，教育嘅最初嘅目的係因為神愛我哋，我哋要教育下一代，等佢有好嘅品德，我哋等佢有一個好嘅學習，能夠喺社會上面呢有能力，呢個最簡單嘅。但好多時候呢，就俾咗一啲我哋撞到嘅問題，影響咗我哋，忘記咗最初嘅原因。所以我哋可以記得呢一樣，就會記得耶穌點樣喺呢個世界上嘅困難，同埋點解克服呢啲困難嘅。我哋都可以舉例，今日嘅教育，我哋以為係好多百花齊放，以為好多事情，特別亦都有好多嘅數據要學習，數字學習，亦都有國家愛國嘅情懷。但係呢啲嘢呢，係咪都係真正嘅基本嘅呢？呢個係某個角度上係基本，但係呢，真正嘅需要記得嘅有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嘅。我記得喺我哋有一次嘅畢業禮，香港大學嘅副校長黃宇漸教授呢，佢講咗一樣嘢好得意嘅。佢話今年出世嗰啲人呢，將會有可能活到120歲，因為根據醫療啊或者人嘅各樣嘅嘢啊咁即係我哋肯定冇啦，因為我哋出世好耐啦，甚至同學你哋都出咗世10幾年啦。但係今年出世嘅，佢講呢啲嘅目的係話教育嘅價值更加嘅需要留意。如果你一共得80歲嘅命咁你能夠做到嘅，你由20幾歲開始做嘢，你都係50、60歲嘅服務啦。咁你需要擠入嘅教育係幾多呢？照比例就少咗啦。但係如果你係20幾歲做嘢，咁你到120歲嘅話，咁你咪有成90幾年要做嘢。咁你要投資多啲喺教育嗰度。所以喺呢個裏邊呢，我哋睇得到我哋嘅改變。就算我哋今日嘅同學，你哋有可能都活到100歲嘅。你100歲嘅時候，你仲有好多年嘅機會，好多年嘅責任。我哋係咪要努力啲呢？除咗呢一樣，我哋又可以睇下另外一啲舊年嘅香港嘅會考 DSE 呢，因為有4000個唔係本地嘅人嚟考，唔係香港嘅，要令到個成績變異得好緊要。一般嘅達到某個分數可以入到咩學校嘅，舊年入唔到。咁加上政府最近亦都宣布有呢個 DSE 嘅國際版。如果呢個國際版實行到係俾更多嘅人嚟參加嘅呢，我諗各位我哋教師嘅同學嘅，我哋更加要向前睇遠一啲。當然有啲大學入邊嘅同事即刻舉例話唔緊要嘅，
就算佢哋嚟，佢係俾另外一個 quota， 另外一個即係範圍一個範圍俾佢哋嘅，同香港啲學生係冇關係嘅，唔會影響嘅。不過如果佢哋嚟咗嘅時候，佢哋嘅成績係好啲嘅話，佢哋上堂係一齊上嘅，佢一定會影響大家嘅教學嘅水平。咁樣嘅時候，我哋呢一代係咪要準備好啲呢？我哋呢一代嘅學生要準備，我哋嘅先生要準備，我哋一定係要唔好忘記學習，等佢生存。當日嘅生存同聽日嘅生存可能係兩回事嚟嘅，所以我哋唔可以忘記我哋自己嘅初衷，我哋嘅原則，我哋一直嘅就係咁樣嘅。所以當我哋有時講教育，我哋好中意講係有教無類，我哋亦都可以話全人教育，但係呢個係一個幌子，呢個幌子呢係令我哋成日迷失嘅。有教無類，問題係邊一類呢？全人教育，你嘅目標係邊度呢？所以我哋唔可以忘記我哋自己嘅初衷，我哋一定要令到啲同學，既然家長、社會交託你哋嚟到我哋嘅學校，我哋必然呢係有一個好大嘅責任，要使佢哋能夠成為一個好嘅人，能夠有用嘅人，能夠呢佢哋將來記得我哋嘅學校。沙崙係一個咁樣嘅學校，我哋能夠咁樣行，我相信我哋都明白，都記得一路嘅可以使大家更加嘅蒙恩，更加嘅能夠成長。呢個道路可能各有各嘅唔同，但係正向嘅方向係唔會喺我哋嘅學校迷失，唔會失去，一直嘅記得。所以喺55年嘅記憶，55年嘅各樣嘅辛苦努力之中，我哋好相信將來無論有幾多年，我哋一定蒙神嘅帶領，好似耶穌咁，佢係一路嘅喺呢度，但係佢冇忘記呢度，佢唔會忘記咗最初，因為佢仍舊喺天上面。挪威有一句諺語就係講呢件事嘅，佢話人嘅問題多數都係錯失，多數都係喺世界上迷失咗，佢先至會產生咁多嘅問題嘅。我最近亦都睇到，亦都諗起好簡單嘅，譬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嘅德國，佢覺得自己係優秀嘅民族，但係呢最後佢係失敗咗。但係今日佢唔需要當自己係優秀民族，佢都成為第3大嘅經濟體喺世界上。日本亦都係一樣，佢哋唔夠資源，佢哋當時候就要搶啊，要做嗰樣嘢。但係佢今日唔需要去搶，佢一樣係好強大嘅。所以我哋每一個人嚟到呢個世界，嚟到我哋嘅環境，我哋唔好忘記我哋嘅初心，我哋唔好忘記上帝佢派佢兒子嚟，就係話俾我哋聽，佢喺世界上睇到天上面，睇到一個更加好嘅願景，使我哋更加有正向嘅發展嘅。所以我自己今日既然同大家分享，我祝福沙崙學校每一個管理嘅，每一個教導嘅，每一個學習嘅，每一個支持嘅家長，你哋都能夠有一個正向嘅發展，都能夠感恩，都能夠一直嘅大家努力。多謝大家。感謝袁博士正道嘅信息。接住落嚟係祝福，請全體起立。有請馮達陽牧師為我哋祝福。讓我哋一同領受由上帝而嚟嘅賜福。但願賜平安嘅上帝，就係嗰位憑着永約之血使群羊嘅大牧人，我主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嘅上帝，
喺各樣善事上面成全沙崙學校嘅每一位校董、老師、同學同埋家長，好使你哋都去遵行佢嘅旨意，並藉着耶穌基督喺你哋心裏面動工，使你哋做佢所喜悅嘅事。願榮耀歸給上帝，直到永永遠遠。阿門。感恩崇拜到此完結，但係請各位仍然站立。跟住我哋去下一個環節，升旗禮。升旗儀式現在開始，請全體繼續肅立並面向旗杆。今日負責升旗嘅制服團隊係基督少年軍，分別有李永彤、蘇旭成同埋梁敏森，而領唱國歌嘅係陳俊華。現在有請升旗隊進場。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奏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現在升旗隊步操離場。升旗儀式完成，
跟住落嚟係校慶典禮，請各位仍然站立，我哋一齊唱校歌，要請黃旭葵老師主領。好，我哋一同唱校歌。請各位就座。現在有請陳柱忠校監致歡迎詞，有請陳校監。致尊敬嘅各位嘉賓，香港路德會容子佑博士牧師會長，教育委員會主席陳勝光先生 MH， 香港路德會第一副會長陳玉新牧師，教育局油尖旺區總學校發展主任胡敏女士，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行政總裁劉思凡女士，有校校長同工，台上嘅各位嘉賓，歷屆嘅校監、校董會成員、各位校長、老師、同學、家長，還有我哋最親愛嘅校友家長們，你哋好。剛才喺開場白嘅時候，我羅列咁多嘅嘉賓，係表示咗係學校對佢哋多年來嘅幫忙。我哋要存着感恩嘅心。今日我哋要懷着無盡感恩、無比嘅喜悅嘅心情，去齊聚一堂，共同慶祝沙崙學校嘅55週年嘅校慶。55週年喺歷史上邊嘅長河當中，或許係短暫嘅一刻，但對我哋沙崙學校嚟講，係一個滿載咗上帝嘅恩典，凝聚咗無數嘅心血，見證咗生命成長嘅光輝嘅旅程。係見台下、台上，我哋每一個熟悉嘅面孔，係有歷久彌新嘅老戰友，有朝氣蓬勃嘅新一代。我心裏邊真係充滿咗說不盡嘅感謝。我哋首先嘅係存着對我哋嘅上帝有呢個感恩，因為一切嘅美善嘅源頭係來自天父上帝。沙崙呢個名字係一個信息，一個見證，係源自於聖經雅歌第2章第1節咁樣講，佢話：我是沙崙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同時喺舊約以賽亞書35章第2節都曾經提過，係先知預言上帝復興嘅時候，必開花繁盛，樂上加樂，而且歡呼。黎巴嫩嘅榮耀，並加密與沙崙嘅華美，必賜給他，人必看見耶和華的榮耀，我們上帝的華美。沙崙原來係沿海一片好美麗肥沃嘅平原，係象徵咗上帝所俾豐盛榮美嘅地方。55年來，上帝嘅恩典就如同秋雨春雨，從未間斷。佢賜下咗智慧，
讓我哋喺教育嘅迷霧當中睇見方向，喺佢賜下嘅力量嘅時候，讓我哋喺困難挑戰嘅面前不致動搖。佢賜下愛心，讓我哋能夠以基督嘅心為心，去愛護每一個交託在我哋手中裏面嘅孩子。聖經咁樣記載，係如果唔係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嘅人就枉然勞力。我哋深信沙倫學校今日一切嘅成果同埋榮耀，全然嘅係源於上帝嘅帶領、保守同埋供應，嚟將一切嘅榮耀、感謝都歸俾在座上面嘅我哋嘅天父上帝。作為一所基督教嘅學校，我哋有幸係隸屬咗於香港路德會呢個大家庭。我哋感謝路德會行政部嘅各位同工，一直以來喺行政嘅管理、資源嘅調配、政策嘅指引上邊，係俾我哋好專業到位嘅支援。你哋嘅默默嘅耕耘，處理着好多係我哋睇唔到嘅繁重嘅工作，讓前線嘅辦學團隊能夠係無後顧之憂，專心發展教育事業。同時我哋要感謝嘅就係教育委員會各位嘅委員，你哋憑着豐富嘅教育嘅經驗同埋對上帝嘅忠誠，喺辦學方針、課程嘅發展、師資嘅培訓等方面，係俾學校好寶貴嘅指導同埋意見。你哋嘅遠見，你哋嘅承擔，係沙倫學校能夠係去穩坐呢個嘅關懷。喺當我哋喺呢一個嘅發展嘅時候，我哋能夠與時並進，你哋係我哋嘅關鍵嘅所在。感謝你哋多年來對學校不離不棄嘅支持同埋呢個嘅係關懷。同時我哋喺呢所學校裏邊，上帝嘅工作往往係透過係佢所揀選嘅僕人係嚟成就。我哋要衷心感謝歷屆嘅校監同埋校董會嘅成員。各位校監，你哋係學校嘅領航員，喺唔同嘅時代去面對唔同嘅社會變遷、教育嘅挑戰。你哋憑着從上而嚟嘅智慧同埋遠見，係帶領學校係逐步係渡過每一個難關，去把握每一次嘅機遇，帶領學校可以話做長遠發展嘅奠定咗好堅實嘅基礎。同樣嘅，我哋要感謝每一位歷任同埋現任嘅校董會嘅成員，你哋去懷着對教育嘅熱忱同埋對上帝嘅忠心，喺百忙當中義務奉獻你個人嘅時間、專業同埋才華，喺學校嘅管治、財務、基建、人事等各個嘅層面默默嘅付出，嚴格咁樣去把關，盡心竭力。你哋係學校係最堅強嘅後盾，喺呢艘教育方舟上邊係唔可以或缺嘅領航嘅團隊，讓沙倫學校能夠在驚濤駭浪當中依然嘅平穩前行。學校嘅靈魂就係在於校長同埋我哋嘅老師。55年內有一位嘅校長接過薪火相傳嘅棒子，你哋係學校嘅掌舵者，係教育理念嘅執行者，更是師生們嘅係大嘅家長。感謝歷任嘅校長，你哋以卓越嘅領導才能、堅定嘅教育信念、無私嘅奉獻精神，將沙倫學校係塑造咗一個充滿咗關愛嘅、重視學術、注重全人發展嘅學府。你哋每一位嘅名字同埋付出，可以話係深深咁樣刻在喺沙倫嘅歷史嘅年輪上邊，成為我哋珍貴屬靈同埋智慧嘅遺產。喺今日在座嘅各位校長、辛勤耕耘嘅老師們，我哋要向你係致以最深嘅謝意。教育工作從來係不容易，需要極大嘅愛心、耐心、智慧同埋承擔。每一日你哋面對係不但係知識嘅傳授，更加係生命嘅塑造。
你哋喺課堂上邊嘅循嘅教誨，喺課餘嘅時候去關懷陪伴你嘅學生，甚至關懷我哋嘅家長。喺學生軟弱嘅時候，你去扶持佢、鼓勵佢哋，係前面入默化地影響每一個孩子嘅生命。你哋係孩子們成長路上嘅守望者，係用生命影響生命嘅人。我哋要感謝所有嘅行政人員、校務處嘅同工工友同埋我哋嘅保安人員，你哋嘅默默耕耘，維持咗學校日常運作嘅每一個細節，確保師生們能夠喺安全、整潔、舒適嘅環境當中工作同埋學習。你哋嘅工作同樣重要，同樣值得我哋衷心嘅感謝。當然，教育係一項需要政府部門係緊密協作嘅一個事業。喺呢個地方，我要衷心感謝教育局一直以來對沙崙學校嘅關懷同埋支持，感謝各位長官喺政策嘅解說、資源嘅分配、質素嘅保證等方面係俾我哋清晰嘅指引同埋適切嘅幫助。我尤其係要特別感謝分區教育區嘅各長官們，你哋經常嚟臨學校，了解我哋嘅需要，聆聽我哋嘅心聲。喺學校發展嘅各個階段，都俾我哋好多寶貴嘅意見同埋實際嘅支持。你哋嘅專業、你哋嘅親切、你哋嘅關懷，讓我哋深深係感受到喺教育路上邊，我哋並冇孤單，而且係有着強大嘅支持嘅網絡與我哋同行。多謝你哋。我哋當然喺教育路上邊係長期嘅，係得到好多同行者嘅互相嘅支持，我哋嘅彼此嘅激勵。實在你哋俾我哋嗰個嘅鼓勵係一件美事，感謝各有校一直以嚟對沙崙學校嘅支持同埋鼓勵，無論係教學經驗嘅分享、學生交流活動嘅合作，還是呢一個教師專業發展嘅互相嘅砥礪，你哋嘅同行豐富咗我哋嘅教育嘅視野，亦讓我哋嘅學生能夠接觸更多元化嘅學習嘅機會。願我哋繼續嘅攜手，為香港、為教育事業共同嘅努力。當然，親愛嘅同學們，還有我哋遍佈社會各行各業嘅校友們，你哋係沙崙學校存在嘅意義最大嘅驕傲。睇住台下每一張充滿朝氣嘅面龐，我彷彿睇到沙崙未來嘅希望。願呢邊喺呢個地方，不僅係學到知識，更加係能夠學會做人，學會愛人如己，愛國家，學會喺上帝嘅愛當中去建立自信，尋找人生嘅方向同埋意義。對於我哋廣大嘅校友，無論你哋身在何處，從事乜嘢嘅行業，你哋身上都帶着沙崙嘅印記。咩印記啊？立己立人，日新又新。你哋喺各行各業嘅努力嘅奮鬥，服務社會，發光發熱，呢個就係對母校最好嘅回饋。今日看到好多校友特意嘅翻嚟重溫舊夢，我哋深感嘅欣慰。母校永遠係你哋嘅溫暖嘅家，歡迎你哋翻嚟呢，多啲睇學校，探訪你哋嘅老師。此外，我哋還要感謝一直以嚟信任同支持我哋嘅家長。你哋將最寶貴嘅兒女交託俾沙崙學校，呢份嘅信任係我哋最大嘅動力。感謝你哋喺家校合作當中積極嘅參與，與校去攜手，共同係為孩子嘅成就係保護嚟去航行。55週年啦，係一個里程碑，更加係一個新嘅起點，去回顧過去，我哋滿懷感恩，去展望未來。我哋充滿盼望，我特意作咗2首嘅對聯，係嚟慶賀沙崙55週年。第一副嘅對聯就係沙崙美地知難為，作育英才耀晨光。第二個嘅福聯就係55芳華，國海瓊奇傳薪火，萬千盡現杏壇潤雨報春暉。面對咁急劇變化嘅世界，層出不窮嘅教育嘅挑戰，沙崙學校將會繼續秉承教養孩童、
使他走當行嘅路，就是到老都唔會偏離。呢個係我哋基督教教育嘅宗旨，我哋緊守崗位，與時並進。我哋將會繼續致力於提供優質嘅全人教育，不僅係注重我哋嘅學術嘅成就，更加要培養學生擁有美好嘅品格，認識國家嘅發展、國際嘅視野、獨立嘅思考嘅能力，一切懂得係感恩，我哋要回饋社會嘅心。我哋深信在前行嘅路上邊，上帝嘅恩典依然夠用。佢一定會繼續係帶領沙倫學校係走過更加多嘅55年，繼續成為呢個社區嘅燈台，照亮更多孩子嘅生命，為社會培育出更多有知識、有愛心、有承擔、愛國家、愛神益人嘅下一代。都讓我哋再一次嘅去感謝上帝豐盛嘅恩典。多謝各位。多謝陳校監嘅歡迎詞。接住落嚟係主禮嘉賓致辭。今日我哋好榮幸有主禮嘉賓由尖及旺角區總學校發展主任胡敏女士為我哋致辭。恭請胡女士。容博士、陳校監、李專員、馮校長、各位校董、嘉賓、家長、老師、同學，大家好！好高興今日出席路德會沙倫學校55週年校慶感恩崇拜暨校慶典禮，與大家一同回顧學校半個多世紀以來嘅發展歷程，見證呢個充滿感恩和喜悅的時刻。首先，我衷心祝賀沙倫學校55歲生日快樂。路德會沙倫學校喺1971年創校至今，一直本着辦學團體香港路德會嘅基督化教育精神，以愛心教育學生，並為同學提供全人教育，促進學生喺靈、德、智、體、群美、六育嘅成長和發展，讓學生成為榮神愛人嘅社會棟樑。在此，我衷心感謝校監、校董、校長和教職員多年無私付出，盡心盡力培育每一位學生。走進沙倫校園，相信大家能感受到愉快和關愛嘅校園氛圍。喺呢度，唔同背景嘅學生彼此尊重，互相學習，呢種獨特嘅氛圍從何而來？我認為答案可以喺學校嘅3大核心價值中揾到。學校嘅第一核心價值 Serve with love， 以基督嘅愛彼此服侍，互相建立。喺沙倫學校，愛不是口號，而係行動。老師用愛心教導，學生用愛心相待。福音小天使喺小息時向同學傳講5式福音，將信仰嘅溫暖傳遞俾身邊嘅人。呢份彼此服侍、互相建立嘅精神，正是基督化教育最動人嘅體驗。第二核心價值 Learn with curiosity， 以好奇心探索知識，擴闊視野。沙倫學校參與教育局舉辦嘅發展文集課程，讓小1和小4嘅學生透過探究式學習，接觸多元文本，圍繞唔同嘅主題進行思考和探索，從而提升英文閱讀和寫作能力。學生亦會根據研究成果進行創作和展示。例如，小1新生喺上課嘅第100日，學校舉辦別具意義嘅慶祝活動，讓學生透過作品展示和遊戲，與同齊分享呢100日以嚟學習嘅點滴。第3核心價值 Strive for excellence， 以堅毅嘅心智超越自我，追求卓越。過去55年，沙倫學校從未停止追求卓越。今年初，學校完成數項重點化嘅優化工程，
例如全校嘅課室安裝電子互動白板，禮堂配備 LED 大型屏幕。然而，真正嘅卓越不止於硬件嘅更新，更在於教學理念嘅與時並進。身處人工智能席捲全球嘅時代，沙倫學校將 AI 教育融入課堂，致力提升老師嘅教研能力，激發學生嘅自主學習，培養具備 AI 素養嘅數碼公民。喺課堂上，老師引導學生運用 AI 繪圖、語音辨識、聊天機械人等工具，輔助學生寫作及進行專題研習，令到學生不再是被動咁接收知識，而係主動探索知識。將剛才提及嘅三大核心價值 Serve with love, learn with curiosity, strive for excellence 嘅第一個英文字母串聯起來，正是 SLS， 也就是路德會沙倫學校 Sharon Lutheran School 嘅英文簡稱。SLS 不僅是呢間學校嘅理念，更是每一位沙倫學生與教職員身體力行、持之以恆嘅精神。正是對於三大核心價值嘅堅持，讓沙倫學校一直春風化雨、作育英才。我再次感謝學校半個多世紀以嚟竭誠辦學，處處以學生嘅福祉為念，喺歷任校監、校董、校長、老師嘅砥礪耕耘下，讓一代又一代嘅沙倫學生茁壯成長，學有所成，貢獻社會。回望過去55年，路德會沙倫學校桃李滿門。展望未來，我衷心祝願路德會沙倫學校喺辦學團體香港路德會及法團校董會嘅帶領下，繼往開來，精益求精，繼續以愛彼此服侍，以好奇探索知識，以堅毅追求卓越，為香港、為國家培育更多胸懷廣闊、德才兼備嘅未來棟樑。最後，我祝今日嘅活動圓滿成功，在座各位身心康泰，多謝。多謝胡女士嘅致辭。接住落嚟，我哋會頒發各項嘅獎項。首先，我哋會頒發一個校外獎項。早前呢，我哋嘅高級組棍網球校隊，佢參加咗全港小學校際棍網球比賽，獲得良好嘅成績。我哋先請頒獎嘉賓胡敏女士，以及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館長吳志華博士頒發獎項，有請。獲得全港小學校際棍網球比賽高級組，佢哋係攞全場總冠軍。咁我哋有請得獎同學上台接受胡女士同埋吳博士逐一頒發獎牌，恭喜！除咗獎牌之外，佢哋仲獲頒發一個冠軍獎杯。我哋請隊長吳志森同學接受。總冠軍，哎呀，我錯咗，係啦。仲有一個獎項。就係除咗全場總冠軍，我哋仲獲得最有價值球員，係我哋嘅隊長6A 吳志森同學。我哋影張大合照。
好，恭喜晒獲獎嘅同學，亦都唔該晒胡女士同埋吳博士。除咗校外有出色嘅表現，跟住我哋頒發55週年校慶各項比賽嘅獎項，以表揚喺各項校慶活動比賽之中表現出色嘅得獎者。首先我哋頒發嘅係55週年校慶沙倫情影片拍攝比賽。我哋先請頒獎嘉賓油尖旺民政事務專員李家維先生 GP 頒發獎項，有請。獲得最突出主題大獎係6A 湖遊戲。好，恭喜獲獎嘅同學，亦都唔該晒李先生。跟住我哋請頒獎嘉賓深水埗民政事務專員黃浩宇先生 JP 頒發獎項，有請。獲最具創意大獎6A 鄭勝文。好，恭喜獲獎嘅同學，亦都唔該晒黃先生。跟住落嚟，我哋會頒發係55週年校慶主題曲填詞創作比賽、親子創作比賽。我哋有請頒獎嘉賓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主席方奕展先生 MH 頒發獎項，有請。獲得最佳主題曲填詞獎分別有 3D 葉曉彤及家長，同埋律師班馮振東及家長。好，恭喜獲獎嘅同學，亦都唔該晒方先生。跟住我哋有請頒獎嘉賓劉瑞傑校董頒發獎項，有請劉校董。獲得主題曲填詞獎優異獎律師文津欣同埋3C 文子韻及家長。好，恭喜晒獲獎嘅同學，亦都唔該晒劉校董。最後一個比賽係55週年校慶文件夾設計比賽，我哋先請頒獎嘉賓麥中堂校董頒發獎項，有請麥校董。我哋先頒發冠軍，分別係高年級組冠軍6A 湖遊戲。低年級組冠軍3C 文子韻，好，恭喜獲獎嘅同學，亦都唔該晒麥校董。
跟住我哋頒發設計比賽亞軍，我哋亦都請頒獎嘉賓譚劍雄校董頒發獎項，有請譚校董。獲得設計比賽高級組亞軍律師馮振東。低年級亞軍3C 梁永彤。企埋影得出，企埋去啦。唔緊要啦，點就好。好，恭喜獲獎嘅同學，亦都唔該晒譚校董。跟住我哋頒發季軍，有請馮潔儀校董頒發獎項，有請馮校董。獲得設計比賽高年級季軍5C 鄭雅文。低年級季軍3C 雲貝貝。好，唔該晒馮校董，恭喜晒所有獲獎學生同埋家長。接住落嚟，我哋頒發長期服務獎。呢個獎項係為咗表揚多年嚟默默耕耘、盡心盡力為學校發展作出重大貢獻嘅教職員。首先，我會頒發服務滿10年嘅教職員長期服務獎。我哋先請頒獎嘉賓校董黃廣安律師同埋前任校長任竹嬌校長頒發獎項，有請黃律師同埋任校長。獲得服務滿10年教職員長期服務獎，分別有侯偉彤主任、黃旭葵老師、吳婉玲老師、鄭永善老師、何秀芳主任、謝思俊主任、以及林海欣老師，我哋俾掌聲恭喜獲服務滿10年教職員長期服務獎嘅老師。好，恭喜獲獎嘅老師，亦都唔該晒黃律師同埋任校長。跟住落嚟，我哋要頒發服務滿15年嘅教職員長期服務獎。我哋先請頒獎嘉賓係香港路德會教育委員會主席陳勝光先生，以及前任校長何淑瑩校長頒發獎項，有請陳先生同埋何校長。獲服務滿15年教職員長期服務獎，分別係黃佩文老師、
梁明恩老師，同埋歐子珊老師。好，恭喜獲獎嘅老師，亦都唔該晒陳先生同埋何校長。繼續喎，跟住我哋頒發係服務滿20年教職員長期服務獎。我哋先請香港路德會第一副會長陳旭新牧師以及邱方豪校董頒發獎項，有請陳牧師同埋邱校董。獲服務滿20年教職員長期服務獎，分別係陳樂思主任、鄧偉娟主任、許潔儀老師、卓佩文副校長、仲有文淑賢主任。好，20年都未夠。接住落嚟，我哋頒發服務滿25年教職員長期服務獎。我哋先請頒獎嘉賓容子柔博士以及陳柱忠校監頒發獎項，有請容博士同埋陳校監。分別係獲服務滿25年教職員長期服務獎係陳嘉敏老師，最後係楊子欣副校長。仲係好有活力啊！再一次恭喜所有得獎嘅教職員，亦都唔該晒容博士同埋陳校監。接住落嚟係致送紀念品。現在有請陳柱忠校監代表學校向今日嘅主禮嘉賓胡敏女士致送紀念品，有請陳校監。多謝胡女士及各位來賓蒞臨支持。接住落嚟，我哋有請馮慧林校長為我哋致謝詞，有請馮校長。
胡敏女士、尊敬嘅吳博士、各位嘉賓、各位校董、各位校友、各位家長，大家好。喺呢個咁歡喜快樂嘅日子裏面呢，我哋能夠聚首一堂，共同見證沙倫學校55週年呢一個嘅大日子。首先呢，我真係代表學校衷心多謝每一位嘅出席。首先呢，當然要多謝我哋嘅油尖旺區總學校發展主任胡敏女士為我哋咧致辭，所以讓我哋做主禮嘉賓，非常之感謝。另外感謝香港奧委會會長容子樂博士為我哋證道，為我哋咧帶嚟屬靈嘅勸勉同埋真理嘅祝福。我哋都非常之榮幸呢，有多位嘅社會賢達同埋領袖啦嚟到我哋當中，包括有油尖旺民政專員李先生，不過有陣時啱啱咧就已經離開咗。另外咧，多謝我哋嘅深水埗民政事務專員兼我哋嘅優秀校友黃浩宇先生 JP， 亦都感謝一路好支持學校我哋嘅前校董家校合作事宜委員會主席方奕展先生 MH 嚟到我哋當中。當然啦，我哋本會嘅亦都會支持我哋學校嘅，包括有我哋嘅第一副主席兼我哋嘅前校監陳玉生牧師，多謝嚟到我哋當中，亦都多謝我哋嘅教育委員會主席陳勝光先生 MH 嚟到我哋當中。當然最特別有一個特別令我哋母校自豪嘅，就係現任嘅故宮文化博物館館長吳博士都嚟到我哋當中，一齊咧參與我哋今日呢一個嘅盛事。我哋一齊俾掌聲佢哋好嘛？吳博士係我哋嘅校友嚟嘅，都係我哋幾位嘅傑出校友都喺個台上邊。好，跟住咧。我哋亦都好感謝咧，喺以往咧一路為我哋去付出嘅校監啦，同埋校長。首先咧，我哋要深切咁懷念我哋嘅首任校監邱恩柱博士，以及我哋3位嘅校監，包括潘鴻基校監、黃一鳴校監同埋黃廣智3位校監。另外咧，我哋都懷念我哋嘅創校校長朱太和先生，我哋第2任嘅校長李永貞牧師，同埋我哋跟住嘅校長黃炳強校長，佢哋無私嘅奉獻呢，實在為沙倫呢帶來莫大嘅益處。雖然呢，佢哋已經喺安坐喺呢個天父嘅懷抱裏面，但係佢哋嘅精神呢已經植根於我哋呢一片嘅校園。另外呢，我哋同時都要多謝親身嚟到場支持我哋嘅前校監，包括容博士啦，同埋陳牧師，亦都咧要多謝我哋嘅現任校監陳柱忠校監。佢咧係對學校非常之支持咧，亦都咧好愛護我哋嘅同事嘅。當然啊，亦都咧仲有身在遠方嘅麥玉彤校監啦，同埋羅文燦校監，佢哋咧喺海外今日咧都暫時未能夠嚟到我哋當中，但係都感謝佢哋過往嘅付出。另外仲有要特別多謝嘅一位校長，今年咧86歲，不過咧佢唔能夠嚟到我哋當中，佢咧為咗我哋聽晚嘅宴會咧錄咗個少少嘅片段。如果我哋嘅校友們咧聽晚我哋去我哋嘅感恩聚餐嘅話，就會聽到陳迪始校長對我哋嘅祝福啦。佢哋依家咧喺加拿大，佢已經86歲，好感謝佢哋咧對以往咧對沙倫嘅一啲嘅祝福。另外咧，亦都有高志雄校長啦，佢亦都係我細個讀書嘅時候咧嘅副校長嚟嘅。另外好感恩今日咧仲有2位前校長咧嚟到我哋當中，包括就何淑賢校長，俾熱烈嘅掌聲啊，好唔好啊？其實佢係我嘅中文老師嚟㗎。咁咧，我記得好細個嘅時候咧，每一刻咧佢都會提醒我哋啲中文要點樣，同埋我真係要好多謝佢係咩咧？我喺中學嘅時候咧參加咗好多嘅辯論比賽，咁咧攞咗好多嘅獎。但係嗱，我即係都講一句啫，我哋去中學嘅時候，我係銘記嘅，老師係唔會教我哋點樣去辯論嘅，就咁拱你出去比賽。咁我嗰啲點樣學翻嚟嘅咧？就係何校長喺我6年班嘅時候教我嘅辯論技巧。多謝你，讓我多次攞到呢一個辯論嘅獎項同埋最佳辯論員，謝謝你。當然啦，就係仲有我哋嘅任竹嬌校長啦，俾啲你嘅掌聲啊！係啦，佢啱啱咧上年嘅榮休啦，喺我哋學校服務咗16年，帶領學校咧創另一個高峰。咁當然咧嚟緊咧，我哋咧3年都要繼續努力，我哋去另創一個嘅新嘅高峰。亦都咧更加需要多謝我哋一眾嘅校董們啦，因為你哋嘅專業嘅意見啦，同埋對學校嘅支持啦，成為咗我哋學校穩步向前發展嘅最強後盾。再一次咧，多謝各位校董。
作為一個校友同埋校長，能夠咧喺個台上邊分享少少嘅心聲咧，其實我真係滿心感恩，呢個係完全都係上帝嘅恩典。過去咧，我能夠有幸體會過沙倫母校對我嘅栽培，今日我能夠回歸母校，成全呢一個使命，係我最大嘅抱負，亦都係榮幸。55年呢個唔係一個偶然嘅日子，完全係上帝恩典嘅印記。回望沙倫走過嘅歲月，一代一代嘅學子喺愛中滋養成長。展望未來，我哋會繼續以愛培育每一個學生，讓母校成為社區嘅燈台，散發真理嘅光芒。最後，我要感謝我哋嘅同工們，佢哋真係好好，有你們真好。多謝你哋咧，一直為我哋嘅同學仔去努力，用你嘅愛心，用你嘅專業去培育小朋友成長。願我哋繼續攜手，讓小朋友咧喺愛中成長，邁向下一個新嘅里程碑。多謝大家。唔該晒馮校長，唔該晒馮校長致謝。現在恭請主禮團兒育部到台下就座。冇，其實係可以咁學。幾多嘢都冇，我抽住點會啊？呃我。跳一跳啊！你執住，你掂唔掂得到？你打，咁我呢個題你要俾我記啊！哇！啊！我唔係參山啊！塞花邊入去，塞多啲出後面。後面。參山。今日係路德會沙倫學校55週年校慶。除咗典禮之外，我哋仲預備咗學生精彩嘅表演嚟賀校慶，展現同學嘅才藝同埋團隊精神。今日我哋會邀請4位學生司儀為大家介紹各項嘅表演，希望大家細心欣賞，多多鼓勵表演嘅同學。有請沙倫小司儀。大家好，我哋係今日嘅學生司儀，我係6 B 班嘅葉欣晴，能夠參加沙倫學校55週年校慶，真係好開心啊！我係3 D 班陳如濤，第一次做司儀，有啲緊張，但係覺得可以同大家一齊慶祝校慶，覺得好特別啊！我係5 E 班陳欣月。希望等陣大家多啲掌聲鼓勵我哋同埋台上面嘅同學。我係4 D 班林柏賢，等陣我哋會介紹唔同嘅精彩表演，希望大家睇得開心啦。啊，你哋有冇諗過，如果有一部時光機，你哋最想返去邊一日呢？我最想返去上星期六，因為嗰日有自助餐食，真係好開心啊！我就想返去校慶前一晚，可以練熟啲，唔使而家咁緊張。我就識一位小朋友，佢叫做小丸子，佢揾到一部時光機，最後又有啲咩發現呢？事不宜遲，我哋一齊欣賞精彩嘅話劇啦！櫻桃街之幸福時光機。
希望梁生 ready。每日返學放學已經好攰啦，放咗學仲要參加好多興趣班、拼音班、補習班、游水班、面試班，佢哋覺得人生冇晒樂趣。所以小丸子問爺爺：爺爺，你細個會玩啲咩㗎？爺爺就答小丸子咯喎：爺爺細個好多嘢玩㗎，我哋會去河邊捉魚，又會用樹葉整船，喺草地上面睇雲。我仲試過同你嫲嫲埋咗一個時光膠囊添啊！於是小丸子就決心要去揾爺爺後生時候埋藏嘅時光膠囊啦。揾到啦！致未來嘅我哋，真正嘅幸福唔係擁有最多，而係珍惜當下。如果你哋迷失咗嘅話，就嚟揾我哋啦！後生嘅有藏同小竹，哪裡？佢嚟揾我哋，佢喺邊啊？時光機，你哋係未來嘅細路仔。嗱，咦？呢個聲音係我學生做到咁樣。嗱，咦？呢個係未來嘅我。哇！我變咗個老子。你哋一定係迷失咗幸福，所以先被時光膠囊照到呢度嘅咧。爺爺，呢度好黑啊！我哋點樣先可以翻去啊？你哋要通過3道幸福之門，揾到出色嘅法律，先可以翻到去啊！聽落就招麻煩。睇下邊個最幸福啦！全部都係免費㗎。太好啦！呢度仲有啲有限量版嘅，手快手慢冇㗎。呢個係我㗎，我睇到先咁快手小姐，你明明遲過我。小丸子、前年同學，你哋唔好嘈啦。小你唔好扮好人啦！我啱啱見到攞咗10盒朱古力啊！我冇啊！豬太郎呢啲心都係我嘅，唔好搶啊！我真係啊！你覺得咁污糟就整壞咗個咪咁就弊啦！多謝你邊個？睇下我嘅幸福指數一定係最高㗎！你本身咁有錢，梗係先貴嘅嘢啦，唔公平！呢個叫品味，唔係樣樣都有㗎，特別係你呢啲窮人啊 ，baby！你講咩話？廣東話。哎呀，大家啲幸福指數好高啊！野口同學，你仲唔快收我個袋？小丸子，停啦！我睇住你同前年琴日嗌交，睇住不期講咗豬太郎，睇住花輪同細花嗌交，我覺得好心痛啊！爺爺。
嚟到而家都冇人開心笑過，咁都算幸福咩？野口同學，你講得啱啊！我攞咗咁多盒朱古力，本身係想同小丸子一齊分享，但係攞下就忘記咗。甜甜同學，對唔住啊，頭先為咗一個公仔同你嘈。我都係，我唔知道點解我變成咁㗎。但係我哋仲係唔係 friend 啊？對唔住豬太郎，係我衰，係我唔應該搶你支新咪，呢支新咪俾翻你啦。陳生同學 ，I'm sorry， 我唔應該睇唔起你。我都係唔應該妒忌你。總係要有人受傷，先會有人醒覺。總有人多，傷害嘅可能更多。我明啦，物質可以帶來一時嘅快樂，但係如果為咗爭嘢而傷害朋友，就算攞到成個世界都冇用。恭喜你哋睇清楚物質嘅真相。記住，擁有物質係短暫嘅，但失去嘅友情就可能永遠㗎啦。拜拜。歡迎嚟到成就競賽場，喺度規矩好簡單，贏就係一齊。最後嘅冠軍可以坐喺冠軍寶座，戴上幸福皇冠。比賽我在現場，但係記住啦，呢度只有一個冠軍，其他人全部都係失敗者。第一回合體能挑戰。我贏咗，差30分，其他人0分。記住，第2名同最尾嗰個係冇分別嘅，都係輸家。但我已經盡咗力啦，盡力唔會計分㗎。第2回合知識問答問題：世界上最高嘅山係邊座山？叮叮叮，睇下山不落風。小屋10分，前田0分。記住，慢1秒都係失敗㗎。下一條一定要贏。第5回合才表演，評判係我。評分唔搞笑，但我哋有笑喎。大家笑表現唔夠好，你要做到最好笑。下一個，爺爺點解佢哋變得咁陌生嘅？佢哋眼裏面剩翻啲輸同贏。最終回合一欄入邊會決定最後嘅冠軍。題目係喺你哋之中邊一個最冇用，寫低佢個名，俾人寫得最多嗰個就會被淘汰，其他人就會直接晉級。最冇用呢個，我唔寫句大氣拳，直接淘汰。咁咪淘汰我咯，反正我唔會寫任何人嘅名。小丸子，因為喺我心目中嘛係冇用嘅。濱崎同學嘅笑話令我哋開心過，豬太郎嘅傻氣令我哋放鬆過。每個人都會有自己嘅好，點解話人哋冇用？我都唔寫。Me too。我哋都唔寫。你哋唔係想過嚟做冠軍啊嘛？過嚟幸福皇冠。我以前日日練波就係為咗贏，但係你知唔知道我最開心嗰次係幾時？你攞冠軍嗰次？唔係，係我哋輸咗之後，成隊人一齊喊一齊講，下次再嚟過。嗰陣我發現原來我中意唔係贏，係同佢一齊。參加成就可以帶來自豪感，但係如果為咗拎冠軍而踩低朋友，呢種冠軍我哋唔攞。恭喜你哋通過第一關。係啊，就咁簡單㗎咋。其實世界上最難嘅比賽一直都唔係打敗別人，而係喺競爭之中仲記得點樣做人。歡迎，呢度係娛樂天堂，你哋每個都有一個專屬完美娛樂倉，入面有你哋最中意嘅嘢，動畫、遊戲、動漫，最正係入面冇人會騷擾你，冇人會叫你做功課，冇人會煩你。入去啦！哇，有我最中意嘅動畫啊！冇人會騷擾我啦。平時我同豬太郎睇呢個搞笑動漫喺度笑嘅。笑啊！你睇唔睇到我啊？
點解我有咗咁多好好睇嘅嘢，但係我想同人哋傾偈啊！我平時睇呢個卡通片，小子都坐我隔離同我講話，爺爺佢好傻啊，而家得返我一個。以後小朋友，點解你咩都唔玩嘅？呢度有恐怖片、偵探小說，全部都係你最中意嘅喎。我以前成日以為我自己中意一個人，但依家我發現我中意嘅唔係一個人，只係可以選擇一個人。如果永遠得返自己，就唔係選擇，而係監禁。放我出去！我屋企有齊所有嘢，但係我都冇自己一個人玩過，因為好悶啊！放我出去！我要見爺爺，我要俾媽咪鬧，我同小一講先抄。我想抄嗰一堂鋼琴，就算佢彈得好難聽，我都要聽。我要同媽咪食嘢，自己一個人食嘢冇味道。我想同我隊友一齊練波，就算跑得好攰。我想同媽媽學緊，就算佢成日將我同人比較。你哋留低啦！呢個無限嘅快樂，呢啲唔叫快樂啊！快樂係同人一齊分享。一個人嘅笑聲只係聲音，一齊嘅笑聲先係迴響。娛樂係用嚟同你分享嘅人，我明啦。幸福唔係物質，唔係成就，唔係娛樂，而係同人哋一齊分享，一齊慶祝，一齊享受娛樂。幸福嘅關鍵其實一直都係一齊。小丸子，你哋一個二個咪就喺學校門口做乜嘢啊？媽媽，我好掛住你啊！小丸子，你發燒啊？我啱啱去咗一個好遠嘅地方，而家先翻到嚟啊！多謝你，後生嘅有助。發生咩事啊？姐姐，我哋決定咗啦，我哋舉辦一個幸福分享大會，就係唔係一齊比賽，唔係一齊攞獎，就係一齊傾偈，一齊玩，一齊食嘢，一齊踢波鬥物，為咗人之享受。我整啲團子同埋飯團俾你哋食。哼，原來唔匿埋同大家一齊，偶然感都幾唔錯啊！小丸子 ，thank you， 我而家先至發現，原來最 luxury 嘅唔係我去啲名貴嘢，而係呢個 moment。太好啦！微風吹過庭院，笑聲裝好時光交流，有咗心意滿足。白夜公，你成日都係個咁嘅樣。唉，我終於到我媽媽諗我搞笑，佢哋唔使急住表演啦。我終於可以慢慢食嘢，唔使急住去上堂。原來咁樣睇波先係最舒服嘅。我都要多謝你哋提醒咗我，陪伴先至係最重要嘅。媽媽，我決定咗，我要減少啲補習班，留多啲時間俾自己，上堂嘅時候專心啲咪得咯。好啊，幸福其實好簡單，就喺我哋身邊，只要我哋肯放慢腳步，就會發現。記住要珍惜身邊嘅人同當下嘅時光啊！不如我哋買一個新嘅時光膠囊啦！將今日感覺到嘅幸福感覺留俾未來嘅我哋。好，未來嘅我，記住今日呢種幸福感覺。真正嘅幸福唔係擁有最多，而係珍惜當下同身邊嘅人。櫻桃子，我哋一齊埋咗佢啦！好。
睇完頭先嘅話劇，我發現幸福原來唔係金錢，亦都唔係成就，而係同大家一齊嘅歡樂時光。冇錯，好似今日咁，可以同老師、同學、家人一齊慶祝沙倫55歲生日，呢啲時光就係最值得珍惜啦。喂，余滔，你喺度望緊啲咩啊？哇！我望到一班人着到好似穿越咗去尋秦記古裝出席校慶。哦，你一定講嘅係我哋中國舞低小組嘅同學啦。佢哋今日特別着上苗族傳統服飾，專程嚟同大家一齊慶祝校慶。等陣佢哋會為大家帶嚟苗家百花洗衣樂嘅舞蹈。我哋一齊嚟欣賞佢哋嘅表演啦！掌聲有請。
阿賢，你喺度做緊咩啊？你見唔到咩？我喺度表演緊功夫線啊，係咪好有型呢？今日係沙倫學校嘅校慶，不如我哋一齊欣賞真正嘅功夫線表演，展現出中國功夫嘅精髓啦！咁大家準備好掌聲未啊？我哋一齊拍手支持功夫線嘅表演啦！校慶咁盛大，點可能少得音樂呢？係啊，等陣有超過50幾位同學加埋手中隊同埋弦樂團一齊上台。哇！咁多人一齊唱萬有高歌同埋沙倫55週年嘅主題曲《沙倫同行》，一定好壯觀。而家我哋將個舞台交俾佢哋，一齊用歌聲感謝上帝嘅帶領，同埋為沙倫學校55週年獻上最誠摯嘅祝福啦！有請。
遙唔會結束，多謝大家抽空嚟臨，同我哋一齊慶祝沙倫55週年嘅校慶。多謝各位嘉賓、家長同埋老師一直以嚟嘅支持同鼓勵，讓我哋可以盡情發揮所長。最重要係感謝主喺過去嘅55年來一直保守我哋沙倫學校，等我哋可以喺愛與關懷中成長。最後祝願大家身體健康，主恩常在。沙倫學校會繼續努力，邁向更美好嘅未來。再見。現在請全體肅立。恭請主禮團離場。